各位大佬，新英雄嘅空空兒，江湖人稱兄弟冇腦又多疑，大家有冇聯繫啊？我記得有條茂利曾經講過，佢撻嘢係出咗名嘅快，我特登嚟試下，我直頭使咗一招海狗偷桃。嗱你撻咗粒寶石，我咪眼花嘛？有病啊！你係嘅，大佬冇意思嚇，冇意思嚇，意外嚟嘅啫。冇啊，冇跟。係嘅，唔係傻子，真親人嚟嘅。仆你嘅臭街啊！撻咗粒死人寶石，仲要俾個隊友用，搞到我俾阿老闆仔屌到閪咁。一招以形換影，普通工資，好似又得地喎。再嚟，二技能上去。喂，你哋冇走啊！我唔知撻咗邊個對鞋喺度，唔要啦係嘛？我真係唔明啊！人哋全身上下咁多值錢嘅嘢你唔撻，成日撻對鞋做乜鬼啫？係我唔識玩定係點啊？嗱，呢個大招我暫時都仲未知道佢嘅作用係乜嘢，我淨係知道冰分心內喺度轉緊圈，睇身都幾型。一招以形換影，依家有3個分身喺度，佢哋應該分唔清邊個係真正嘅我。就算俾佢知道咗都唔緊要，因為冇咩事係剪輯下解決唔到問題嘅。我頂你呢個安琪拉士落咁重手虛大打我一個輔助，齋睇啲咁嘅行為，你識鬼揾法師咩？那蛇仔明，我就欠你不要那麼衝動吧。還追，你是不是沒聽過啊？空空細說整個峽谷的前說，如果是，那我穿水強。就在這裡要給你好好上一課。經過我的一番周堂，他的鞋子已經成功被我偷到手了。我不知道他全身上下是不是只有這個鞋子最值錢，相信不是。可為什麼那麼多裝備不偷，非要偷過鞋子呢？大哥，這個問題我絞盡腦汁都想不明白吧？那既然都想不明白，就不要再想了。吹呀！我要讓你見識一下什麼叫做戲耍峽谷。看到沒有？我又把他鞋子偷了，他能咋樣？有本事進來打我啊！我出來了，我又回來了。來打我，打唔係大佬，我講笑㗎咋，冇啊喂！